大家好，KFC 優惠10月1號到幾多號呢？到下個禮拜10月1同10月8，星期三30蚊優惠餐。咁啊，今日呢就星期三啦。星期三優惠呢個雞扒包餐配薯格飲品。30蚊，嗱你睇到啦，個包呢就係同平時差唔多嘅啫，特價咗都冇縮水嘅，因為本來都冇幾大嚿噶啦。咁啊呢度呢就有一份薯格，都幾多喎，係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至8嚿啦，件都咁大嚿嘅。咁7至8嚿格呢個薯格都算係咁啦。咁呢個就係唔辣嘅雞扒包餐，30蚊連飲品。